陳哥你好啊！新年好，天娜姐。咁啊，首先同觀眾説句恭喜嘅説話好嗎？大家新年好，恭喜發財，馬到功成啊！係一馬當先啊！今年係啊，你啊真係一馬當先啊！多謝各位粉絲支持各位。今日落嚟高山演出嗬？係啊，咁你4月7號有落嚟嗰個？因為4月7號同阿振文同埋阿清姐麥玉清姐有2個戲參加演出。同振文做咩戲啊？合兵破曹未演過嗰個？未，第一次做周瑜。係啊，同清姐咧？清姐都係呢個，今日呢個吳項殺中妻啊！係啊，咁啊今日又做啦，咁啊同清姐做又唔同嘅，清姐話會指導你喎。肯定要啊，大前輩嚟噶嘛。佢話你好有前途噃。係啊，咁跟住好似遲啲我哋又會請你落嚟演唱。係7月28號。多謝。係啊，會落嚟同阿老師同你師傅。係同我師傅唔係黎俊升老師演唱乜嘢啊？高山流水萬古情，佢嘅原唱。係嘅。跟住仲係贈飛嘅添喎，喺西九文化區中心大館。咁你呼籲啊，大家買飛，仲有少少咋，100零張。大家快買飛支持下，多謝。多謝。